放心嘛，我已经有命辟你去探听，可是伊倒转来的消息啊，真想影讲清理避困，咱才阁做一番的打算嘛，也袂慢啊。小姑，你虽然有命辟你去打探消息，你看，这阵还阁无消无息倒转来，老实讲，我实在足着急的。大嫂。 立身参见母后，求表千秋。平心，铁儿啊，是毋是有恁奉迎的消息？是啊，撇儿，恁着紧讲。禀求表，立身今天上朝，皇上有接到伫表兄一场快表会惊走水，伊被困在红泥关。好佳早有先生宫的八宝公主破关解围，现在在红泥关，等待着西辽国来投降求和，搁再免偌久，伫表兄就会当办事回朝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 真是谢天谢地！大嫂，真是不出我的所料。青离讲免偌久，咱就会当团圆啊！是啊，希望讲青离会当早一日得到迄个真珠旗，就煞甲我带迄个欠俗的媳妇八宝公主倒转啊！无啊，老三啊，啊你家己一个安尼鬼鬼祟祟伫咧创啥个啊？无啊，阮哪有？我是讲吼，迄个水姑娘安尼生做三比八，足可怜的。我是摕淡薄仔点心要去互伊食，啊，惊去互别人看到，歹势你咧。哈，你摕物件要去互阿水啊食哦？嘿啊，啊我，你安怎？啊？我嘛一包。哈，无啊，二哥啊，啊你有哪遐尔啊关心水姑娘哦？啊你著遐尼关心伊，我当然嘛关心伊啊。无，二哥，我问你，你是因为我关心伊，啊你才关心伊的对无？
嘛用个安尼讲。哎呦，好佳哉啊，好佳哉，害我惊一个，那安尼我就较放心啊啦。是讲吼，二哥啊，咱兄弟仔的感情吼，一向拢足好的，就敢若亲像亲兄弟共款嘛，对无？啊，我若有代志吼，就敢若亲像你的代志嘛。是啊。所以我今仔日有一件代志，啊，想要拜托你斗三工，啊是讲吼，你毋知肯甲我斗三工啊无咧？哎，无问题啦，你讲来听看卖咧嘛。安尼吼，嘿啊哎，二哥听了。阿妹啊，洗做哦，样啊样上好，我有来一山你就求哦，求啊二哥，每人拜托啊嘛，你啊你去做，你啊你去做，要学大哥你就带哦，带环保，要学大哥你就带环保。哈，你哦，哇！原来你也是爱阿美，二哥我嘛是在爱伊，咱两个算来是好兄弟。你爱让我莫烧钱啊，莫烧钱。哈！啊，你害咧，这着害！啊，这款的代志是歹安排。啊，你爱我爱，搁大家爱，啊，若钱来钱去是不应该呀，不应该。好兄弟呀！大哥比你年啊年岁大，无为查某你着情啊问题，你若让我嘛无关系，无关系，我看你着去找啊别个，我看你着爱找啊别个。阿水也干那一个，你是要叫我去倒找？咱两个拢爱一个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代志哪安尼遮尔拄好啦，啊，拢爱共的，是讲咱兄弟的感情遮尔好吼，啊，若真是讲为着一个查某来拍歹感情吼，影用笑死哦。就是安尼讲，所以我毋才叫你让我，莫搁争。无喏，啊，我这世人头一摆才去共爱着安尼，啊，你就叫我让你，安尼哦，我实在足毋甘愿的啦。我嘛共款的，种毋甘愿的啊。讲安尼嘛是有影咧，啊，无规是安尼啦。咱两个兄弟啊吼，来一个公平的竞争，袂用去伤感情的。啊，互阿水啊看吼，伊介意啥物人，伊若去爱着啥物人，伊就是啥物人个啊嘛。安尼嘛有理哦，就安尼决定。就安尼决定哦。要毋过吼，袂用个个人行动的哦。你嘛共款袂用的好哦。，就安尼决定。哈？哎，什么人？啥物人？阿水啊！阿水啊，水啊，水姑娘，我总讲来看你，你好无哈？好啊，袂歹哦。你两个甲我照顾安尼，我早就好啊。阮总讲炸物件要来互你食呢。不是这水姑娘，我看你吼，安尼生做身体无介偌好吼，啊有需要补，我照我甲你照顾，我特别去准备这支鸡腿要来互你食了。免啦，哈，我食袂落去。
伊的食袂落去，换食我的。来来，阮无爱啦，人心肝烦到要死，爱，迄哪有心情互我食？啊，昨才来，今仔日就咧还，是毋是吼？有人互你看袂顺眼？这阿水啊，是毋是我？嘿，应该是你才对，毋是我哦。好啊啦好啊啦，拢毋是啦，毋是哦。我是咧还我家己啦。无咯，真哪有人安尼家己咧还家己？啊，你是安怎哪咧还？我规工拢踮咧遮，也袂用出去，啊我也无工课通做啊，哪会袂还？哪安尼木过？君娘，拜托的啦，啊无你甲我想一个办法，互我做工课，拜托的好无？这我已经在想啊。老大啊，你想有无？还搁咧想咧啦。简单，叫伊去厨房就好啊嘛。嘿啊，我前头拄仔就想着啊，我水姑娘，迄吼灶骹迄个王妈吼，伊对我偌好咧呢。有影？我甲你讲，伊嘛甲我偌好咧。真是咧啊，阿水啊，我甲你讲，迄查某囡仔人吼做灶骹的工课是上介适合的，所以我上高想嘛，是讲你毋知有愿意啊无？灶骹，嘿啊，我的机会来了，德清，只要你若我自由行动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嘿，阿水啊，阿水啊，无，啊你若想遐尼久，你是毋是无愿意？愿意愿意，只要是两位姑娘，你甲我安排什么工课，我拢嘛愿意。哎，安娘，都是这么单纯啊！你人有较好，我真是，人大概是我主角，即摆就袂要紧。那还真好。公主，以我所知影，西辽国的兵将死伤是非常的严重，已经伊的朝中是已经空虚了。只要本帅若即刻下命令，就当换禽像伊讲，此话真自气，咱就会当办事回调。大家依照古骂伊早一日骂到成功。到迄个时阵，咱若是归回中原了后，记着母亲啊，老娘看到你，毋知要安怎样欢喜。古妈，我是真希望早一日倒转去拜见姑姑。也毋过，我即摆袂用甲你转去中原。古妈。相相随的你比较亲，早甲并非是中原人，若无志意不能尽，私自真惊成罪心。公主随的太手啊多，本事的不如你智慧高。你想何时真惊才好？你想何时才要惊宝宝？早甲回顾去等你，等你得胜早开始。圣上若有下旨，才来接阮去团圆。此言提醒我才了解啊，公主真是一个女贤才，暂时回顾去等待啊，我会走起迎本彩。
见元帅夫人。恁酸茶甲莲子汤来啊？放诶。是。元帅夫人，比你过体，好嘞。我问你，你的耳仔是安更高空？讲啊！公主，你毋通叫迄个惊着啊！你到底什么人？你紧讲！我叫阿美啊，我是伫个厨房伫咧斗相共。哦。那安尼你会用落去啊？是。小官，公主，有啥物代志要吩咐是？叫我落去办。是。公主，你是伫做啥物呢？姑妈，你以前敢有捌看过这个叫做阿美的人？好亲像毋捌看，大概是来无偌久的款。姑妈，你实在伤过大，你无看到伊耳仔更高空是？耳仔，我是无注意啊。耳仔更高空，是有啥问题啊？你是宋朝的人，无怪你无了解西辽国的风俗。早到捌听人讲，西辽国的风俗，普通的妇女会当更3个，官家的小姐更7个，只有是公主才会当更高空。那安尼你讲起来，伊毋着毁良公主？为什么？伊入馆内伫倒办找查某囝呢？我想，伊是要来找你报仇。报仇？那安尼伊毋着要诋毁性命咯？你看，好大胆！带人咯！慢者，姑妈，你毋免着急，伊走袂。怪啦，害人惊一跳。水啊，我也知影是你，俺是讲3更半暝你毋困，你会走出来啰啰嗦。无啦，我心肝足烦的，我想讲要出去外口行行咧，毋过外口暗蒙蒙，我毋敢去。有命，拜托的啦，你陪我到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有我伫的，放心，唔免惊，我带你来去，行。你毋是困去啊？困，哇，搁困会去哦！我是假困的呢，你知无？哼，你实在足无意思的呢。伫我的尻川后，偷偷约姑娘要出去，你是要去倒？无啦，人我是困袂去，出来行行咧，哪会知影拄好拄着阿水啊，伊也咧困袂去，我毋知要陪伊来行行。啊，你免转啦，免转啦，知咧啦，我也算毋知你咧困袂去。哦，咱你是已经拢约好好啊。袂用个个人行动哦！你竟然敢偷偷约伊出去，你实足无一个款呢！你是要去倒？我嘛要去。好啦好啦，恁两个莫搁争啦，啊无恁两个拢甲我斗阵去，那安尼啥物人嘛无事，心对无？那讲啊，就较差不多淡薄啊。你啊，我去就去行，来。回龙你，你想要倒走是？无啊，小官啊，你是伫咧讲啥物？两位将军爷。徛伫咧恁身躯边的这位，就是飞龙里。哈！伊是飞龙公主，